你呢個禮拜親手起好嗰條橋，真正嘅考驗並唔係發生喺危機之中，而係發生喺周六朝早嘅頭嗰20分鐘。考驗就喺你煲水嘅方式入面。喺全世界仲未醒之前，你喺廚房穿梭嘅動作入面。咁多年嚟，呢啲時刻可能都係一種匆忙，一場為咗趕住去做嘢而展開嘅瘋狂競賽。但係今日，請留意一下嗰種轉變。你唔再係急住去第二個地方，因為你已經到咗，因為你而家已經經過精細調教，呢個平凡嘅世界變得好似高畫質咁清晰。杯入面冒起嘅蒸汽，被單嘅重量，清晨天空嗰種獨特嘅色調，呢啲都唔再只係背景細節，而係一個圓滿生命嘅質感。你停止咗去試圖修正你嘅環境，轉而簡單咁去見證佢。呢個就係你預備功夫嘅成果。你已經清空咗足夠嘅內在空間，等你自己可以真正咁注入去你嘅每一天。那位偉大作曲家並唔單止存在於宏偉嘅交響樂入面，佢亦都存在於音符之間嘅停頓入面。佢就喺周六嘅呢份寧靜之中。當你尊重自己嘅節奏，住進你預備好嘅姿態入面，即使係摺件衫，都會變成一種藝術。你唔再同你被賦予嘅時間衝突，而係順住佢流動。你正喺度練習一種精準感恩嘅藝術。所以今日，等嗰啲大道理休息下先。你唔需要再起任何新嘢，亦都唔需要再鋪設更多金絲，淨係做一個器皿，做一件樂器。請相信，你呢個禮拜所做嘅一切，已經改變咗你接觸呢個世界嘅方式。等平凡變成足夠。因為當你全神貫注喺當下，就再冇任何嘢係真正平凡嘅。喺呢個朝早，有邊一樣平凡嘅小事令你覺得神聖？等我哋喺留言區分享一個安靜感恩嘅時刻。